罗都做，够看上。那把这关于罗扎了几把个时候，俺罗等人，俺你做也。罗都做，俺最门头呢，没多个很多一把里，咱把比没多个些人吹呢，家的接起来吹那我，很多越南热话也比上路来罗用一些。俺去黑人个路过些年，别人个弄得做了几大。没多个人多，没差。花儿的勇气，下。迎着吹在脸上的细密的凉凉的雨点儿，我看到的竟是一片花儿的原野。这正是前几天那片千万朵小花藏身的草地。此刻那些花儿一下子全冒了出来，顿时改天换地，整个世界铺满了全新的色彩。虽然远处大片大片的花儿与蒙蒙细雨融在一起，低头却能清晰地看到，在冷雨中，每一朵小花儿都盎然挺立，明亮夺目，神气十足。我惊奇地想，它们为什么不是在温暖的阳光下冒出来，偏偏在冷风冷雨中拔地而起呢？小小的花儿居然有如此的气魄，我的心头怦然一震。这一震使我明白了生命的意味是什么，是勇气。将心思维查体动了把心，你明得等眼完呢，加起为汤钱眼。但呢，人家一眼没多忙不一月是咋汤的眼啦，大大啦没多错嘛，永是一月间，但嘛他南沙大为碰着熊月啦。真当南巴这位几点系统你是马起？洋人的没多当恰巴十三爸爸日记等着月那样。我个把咱姐恰去这的，没多日日人民今日月把通透啦，啥时用出啦？真样子开月，你xem啦，得做真样子那个月的门币吧，等着恰拢周末一天年必用啊这样上。每多穷穷啦，等这个波把300的把些月着，搞得嘞你萝卜的独雄。才说个你的些话呢，你多边吧人的独雄。个人的来地察节，当我去他年当七三八的用得下就赢。清晰，三波，气魄。波把，小小的花儿居然有如此的气魄。每多穷穷啦，等着波把300的把些月。俺这样的他年这些过来知道。词语解释：清晰，清晰在这儿是形容清楚而又明晰的状态。三波些话呢，得还种三话行，十三元别的。气魄，气魄是指魄力、无所畏惧的精神或作风。波把些话呢，老大缺波行，把俺前面的你都不拉过去。昔日些嘛，语言文化小贴士。花是一种用来欣赏的植物，具有繁殖功能的变态短枝，有许多种类。典型的花在一个有限生长的短轴上着生花萼、花瓣和产生生殖细胞的雄蕊与雌蕊。花由花冠、花萼、花托、花蕊组成，有各种各样颜色，有的长得很艳丽，有香味。有些学者认为裸子植物的孢子叶球也是花，而多数人则认为被子植物才有真正的花，所以被子植物也称为有花。花的各部分不易受外界环境影响，长期以来，人们都以花的形态结构作为被子植物分类、鉴定和系统演化的主要依据。呀，
但我这娘的用下进的啊，清晰，三步，清晰，三步，气魄，波霸，气魄。波霸，小小的花儿居然有如此的气魄。小小的花儿居然有如此的气魄。每都穷穷啦，能至波霸上面人的把些月。每都穷穷啦，能至波霸上面人的把些月。老朱错，切最得人家弄顿从嘛些体，但我最记起来啊。老朱说，我个家一能，3%位起的更热。B 清晰呀，要么这题啊，连着送。验证的接触不错，但我今年的第二个好成的弄得做的用下进的啊。迎着吹在脸上的细密的凉凉的雨点，我看到的竟是一片花的原野。这正是前几天那片千万朵小花藏身的草地。此刻，那些花一下子全冒了出来，顿时改天换地，整个世界铺满了全新的色彩。虽然远处大片大片的花与蒙蒙细雨融在一起，低头却能清晰地看到，在冷雨中，每一朵小花都傲然挺立，明亮夺目，神气十足。我惊奇地想，它们为什么不是在温暖的阳光下冒出来，偏偏在冷风冷雨中拔地而起呢？小小的花居然有如此的气魄，我的心头怦然一震。这一震使我明白了生命的意味是什么，是勇气。但我最娘的这一起打。清晰，三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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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气魄，波霸，气魄，波霸，气魄，波霸，气魄。波霸。落住座，第二个老师的年长就业，我做连菜居民农家用，但从嘛这人得么？主不节我个青年欧洲先别些年，我去连菜农学呢，连些家能不是特别高个月。